新疆魔都六合魂。 归嘞，拜我为师，我做卡了你选啊！万年金刚王，安尼你就是我的部下，以后我若有代志哦，你一定要斗骹手，有听无？啊，赞！安尼我金王主已经授予你万年金刚王了，全国第4关啦！ 所在第4关，哇！第4关一个洞手足大地，哎，平面太阳阁照入来了，嘿，这个拍算是洞门的款。我来甲拍看会开袂？拍若会开，我就自由啊咧，毋免阁踮这个所在伫咧受苦啊咧。系啊，拢袂开，用刀甲破看卖咧。 靠腰啊，电铁，站落到地拢会出火金星。哦，这洞石毋知啥物结成的啦。哎，这个有写字了：12太阳锁，神仙无法开；二地天人剑，怀得6手台。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想无，猛破看卖咧，呀卡！ 弄我来！我一个对付你全班，呀好！必雕渐来渐走，一个比出的外面空快点，使用着1点换3元。哈哈哈！对。 来，放下不死无名之将，我就是赤练刀，我乃是红练刀，我紫练刀。哦，紫练、红练、赤练，恁这班拢拖西练，哼！旧仔囝你真苦，点去！王东万高惊动武林，武林的朴师必雕就是我。慢哩啊，讲久啦啊！ 小文妖都比了必雕，拍起落花流水。这个时阵必中必出现，赤我血汗，惊天魔都出手啦！什么？金光万道随去千条，什么稀罕？哼！ 现在2人的交锋，文将交锋步步杀去，帮来多往，交地命。丢了！跑哪里去？来，过来！英雄的生命如花美冠，景成诗友，雕有美俏，色中爱人。贪生怕死，不是大丈夫的
起开呀！啊呀！低调已经是一个惊天魔都，咱的胜利啦！暂时六合得意的本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看你安怎甲入，迄巧巧看你安怎入。你若入的落去哦，迄我才甲你学咯。哼，看你的技术。啊！真正怎甲离落？毋怎抵你了？我哪是人我？六合的师傅温世祖，在这个大雪国的所在，在修真练气。老师在上，弟子有礼。六德、六武、六法，都在。并都非常担心六合在了外迄个所在大战北军杨达欧呢。启禀老师，现在北军杨达欧已经歼灭了。最近无听到你第五师弟陆军的消息，非常的担心。赤我组织非常的惊人，所做事伤天害理，完全无遵循天道的做事。在赤我组织内中，有一名第一号的杀手，叫做毕中弼，恐怕就是你的第五师弟陆军呢。老师尊，这件事用弟子下山去调查一个详细，可以。恁三人下山，第一爱帮助你的师弟陆合。第二，调查陆军的下落。如果毕中弼是陆军者，爱劝化，叫伊改邪归正，回转大雪国，弟子遵命啊！看你雄威明明，大概准备得要开杀。朋友，咱修道人想得要杀人都有罪咯，何况这款的行动真是可耻啊！点起，你什么资格得要干涉着我的行动？朋友，真侪仙角伫咧批评，真侪仙角伫咧议论，你可能是大雪国温世祖所教出来的徒弟陆军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妄猜！喂，闪开！小等下，我念首诗，大概你还佫有记在你的心头才对。温世祖所说：“多苦多喜非常多，分离何无庄心恶？万法归宗同一本，方知正义变化多。凡事化修完为上好，化艰苦为玉德，千万唔通使用这个魔刀开杀才好呢！”哈哈哈哈！根本你甲我道不相投。又何必在我面前讲道呢？闪开！可惜，这是赤我血汗呢，这就是惊天魔刀。3日前暂时毙掉，难道你也想得要试看我这个魔刀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吗？哈！你暂时大劫毙掉，你真是伤天害理！可呀！啊！
真是自食其果，魔都出手啦！隆重会剿灭啦！毕中毕，如果你是我的师弟，来人咯，走出三甲，退呀！这三个我来想，这三个足可怜的。哼，这三个，这两个是较早捌想对面害梁岩先生，哦，这两个是报应。啊，但是这个新民网呢，一心叫上，安尼实在真可怜。我自善家，吼，我来甲你相死埋葬，以免你的身上异死。所以，吼，你都要保庇我脚硬手硬嘿。嘿，我实在有影精神神牵牛打破恁某的金斗红啊！啊，又搁咁样想的，啊，三个了无，你嘛爱留一领花想，吼，花积一领功德呢啊！你实在有影中无意思呢啊！哦，小等你啦，小等你啦！哎呀，天心，哦，你是怎样？哪会坐立不安呐？我最近哦，唔知怎样，心情真艰苦咧。啊，若伫咧困的时阵哦，定面梦咧，乌白梦咧，梦天梦地，梦见一寡这个战场的代志。哈，迄星星的战场是使我可怕。天生善人，你莫乌白梦，你唔通过敏啊？什么过敏？真是吉凶未来先有条，因为恰我未相免啦。这个真是使人坐立不安。啊，天生啊，阿朱杰啊！啊，事情不妙咯！哦，求见啦哈，查某怪气，求见是无要紧啊，惊永远袂当见咯，哈？什么永远袂当见？是啦，我若讲起来到底，你会真惊奇啊！现在迄个六合仙师三名的师兄总翘去咯，毙掉也毙杀咯，啥物？毙掉？毙掉！恁哭做你哭，我就赶紧来去唱咏咯！哎呀，毙掉！你是咧苦衷万论啊，毙掉！那我小弟毕东比死不如一人。如杰，这个代志千万唔通声张，唔通阁搅扰六合仙师哈。六合仙师的代志真多，现在这个毕东比甲赤我都是要消灭掉咱这武林的高手，人家天下英雄好汉啊！所以这个代志由咱负担，唔通阁牵连六合仙师了。我知影，小心！小心出来啊！老和尚，老和尚，咱三人相同的觉悟，就是所有的功夫爱进展，一定甲这个赤我一并生死。无错，小弟这个办我做亏必东必吧。老和尚，老和尚走去，老和尚走去袂用哩。咱三甲绝对三人作对哦，一人一步绝招，安尼才有可能收敌必东必。因为必东必这个惊天魔刀威力真强啊！是。三人合作才会成功，赶紧找老和尚，好找。唉，又搁一颗那6000了啊！啊，我对你这个师傅实无较怎咧？你若一个好开，要我你拢得无着，啊，若咧歹开，对你夸夸死啊！哦，啥物咧救着皇帝咯？无影啦，迄我咧甲你拽啦，我哪去救着皇帝？伊袂去，就是着太子，所以无走路煞袂用哩。呀，你身躯拢无半仙啦！啊，叫你讲莫撇，你偏要撇，三斗就好势啊！我都想讲要有较好嘢咧，贪心唔才会怎咧？清楚。啊，哪边啊？我来去挑，要对挑啊！你有嗰个举古镜头安尼老师，古镜头，即摆拢袂使做歹代志啊！
正正当当来趁钱啊，做一寡功德来补，演若无我会来判罪。好安尼，哇，遐侪人啥物代志啊？看卖个，哎呦，惊死人啊！南通古墓啊，出鬼啊，惊人啊！若行遐过哦，看到魔手一只手长偌悬啊！后尾管啊，声音哦足恐怖的，啥戏？后只鬼，恁才好别讲，哎呦，你出外人唔知影，迄真正南通古墓遐有鬼呢。我是专门咧掠鬼的咧。对，世间啥物鬼上使人惊？啥物鬼？山鬼啊！对，我来掠鬼，我上好胆，我都唔惊。敢有影？你敢遐好胆？我真好胆。安尼啦，你若讲好胆吼，我咧南通古墓啊，迄墓仔埔拢总300外区咧，300外个墓，也一个墓你甲下这铜钱仔饼，你若敢去甲下铜钱仔饼下好透，阮来去看卖咧，看真正有影下甲透，安尼阮一人10两银互你，则这人扣咧，几落百咯。稳条诶！来去买铜钱饼，我永暗哦，来去甲孙家墓孙到头就死诶，行来，伊敢有一定哦。行咯。好，行。师啊，我莫去咧，你去就好嘿。你这个跑啊是怎样？卖较顺啊，较快，你要做英雄，较随便。起，蒙牌拢甲起一块铜钱饼，拢甲起咧，好兄弟啊，大家拢总是当落水的，互相小保庇的啦，无钱所持，毋则就甲人打赌，对。嘿啦，一地安尼就食胖啦，嘿，拢甲下头迄款咧，下头我就好赶起来刷啦咧，当你摕到一地那食饱，原来我贵个，你咪是讲，若要起就起几地啊？你咪要2-3工啊？你干嘛起这铜钱饼？你咪多太食饱，安尼煞惊死！讲到你偌好胆，喂，精神啊！我人我毋是鬼呢！喂，精神啊！我人呢？靠背啊！你咪是三甲的老和尚呢？死了去，莫甲我过甜啦！无死我人，你俩我鬼迄人惊人就无伊啦，我人啦你人呀？我人啊，老和尚啦！你真出名！你三甲老和尚，你真出名咧！你才知。是讲你这个风动万高，惊动武林的老和尚，你哪会来这个通阿堡门口去？我讲互你听啦，迄世情若看袂破吼，定都去拄着朱仙家啦。啥做朱仙家？好安尼啊！所以啊，即摆咧。壁中壁啊，惊天魔多出厉害，这英雄好汉啊，武林的高手，伊拢做一个要烧了就对啦。因爸我若是出名，你咧无先来多撇袂用哩。但是你唔通甲老师咧，你还敢还佫有饼？有啦，就分无了咧，拢互我，拢互你。3工无饼，对，我你讲哦，你唔通甲老师比比咯，你若老师比比咯，你咪甲你做死。别啦，放心啦，我你讲，你吼。甲明仔早起就爱灌一寡迄落小烟酒啦，头咖啡较一哩，来互咩顺。好啦，我会啦，要无你转钱，若无我你敢袂当转？是啦，伊来，毋老少无？老少就该死，袂啦，放心啦，你咪讲比得较潮。行。甲收咧一人10块，安尼收就多290几。使哇！即马量啊水大咧，对嘛？趁钱正当当趁钱，对毋对？迄是有胆魄有胆魄才会当趁到钱咧。对毋对？有使啊，加快！喂，你到底伫倒位讲摕这钱？你是贼？即马无。较早阮咧做贼，即马无啊。好，你较早做啥事？
啊，你这个钱是对体。我讲互你听啦。你踮天花步，也有去拄着什么人无？啊，倒，就是讲哦，也若无，我三劫的天生是无用阮的。哈，你就是三劫的天生。是啊。安尼啦，我教你听。好，你赶紧压头骹烧酒干哩，我对你去。好，对我来，行。哪位兄啊，姓郑啊，压头骹烧酒拢来啊，快紧哦，出来试咯。外口有人啊无？ No，人。哦，啊那老人你咪甲出来说。你这阿里哦，阿里咁样看骨碌咯。来，唔通比啊啦，啊，唔通输啦，要紧的代志，避掉当着三名仙角参开的代志。哎，我都知，要知时啊，再来比。啊，我都惊死，惊死敢就袂死，惊。做开避动避，做开，不着我你就衰。 三劫，我恁三人到阴司地下去找壁雕，小等咧，壁中壁，千万你的魔刀唔通出手，拜托你，魔刀唔通出手，小等啊！壁中壁，赶紧将这个三劫给伊斩断掉，这个昆仑元人由我来负责吧。好，呀，对，不要。